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7月初9下晡的新闻。咱赶紧来关心几项上要紧的新闻事件。咱看到讲，美国国务院今日批准卖咱台湾战车甲飞弹，这也是川普总统上任到今第4摆卖咱武器。一世纪都热翕翕，台东气象站昨暗伫太马里测到气温39度半，气象局估计讲会热甲拜死。伊甸基金会调查，咱的国民上界烦恼是食老开销重，啊若身心障碍者普遍得食老是较烦恼健康。美国国务院今日批准讲，要卖咱台湾 M1A2 Abrams 这款战车，这是因海军陆战队运用上界主要的车型，啊，搁有迄个家己的找目标的刺尖防空飞弹，这也是川普总统上任到今第4摆来卖咱武器。总统府嘛表示讲，美国政府确实照拼照行，伫咧完成英国对咱国的6项保证，搁有台湾关系法的内容，听到都爱诚意来说下。最近中国对台湾一直文攻武吓，为了协助台湾自我防卫，美国国已经批准对台军售108台 M1A2 艾布兰战车以及刺尖防空飞弹甲相关的设备。因为艾布兰战车一台造价差不多是860万美金，所以这波军售总金额差不多22亿美金，是川普政府甲即马对台第4摆军售。中共从来没有宣布过放弃武力犯台，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自己的实力来捍卫我们的民主、自由以及和平。充分展现美国政府对台湾国防需求的高度重视与支持，以及持续履行对我国安全承诺的坚定决心。我国政府感谢美方逐步落实对台军售常态化的机制。美国在台协会表示，这摆军售是一项考虑真周延的国防投资，支持台湾提升国防现代化努力。对此，总统府强调，作为印太区域中负责任的一份子，台湾将加速国防投资，共同捍卫区域安全和稳定，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美国政府持续具体的行动那履行对台湾关系法跟6项保证的承诺，那协助台湾强化自我的防卫力量，我们政府表达由衷的感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当美国把这个美台关系有关于军售这么一个成分跟所谓的美中关系的处理切开的话，这是对台湾来讲是一个正向的一个讯号。学者认为，美国知影来自中国威胁继续增加，因此依循台湾关系法对台军售，体现印太战略的规划，协助台湾协助任何可能的军事威胁。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明年的总统大选已经哪来滚加了哪热络。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讲要退党，替郭文哲市长组织后援会挺伊选总统，因为敢若郭文哲才有才调选赢现任的蔡英文总统。人问到蔡总统讲敢有影，伊是无表示。不过郭文哲本人是讲，钟小平这么大出手，伊就要小心一下，小想看卖才过来讲。甲表刘副总统后，伊楼顶人来握手。总统蔡英文今年3月份带海洋民主之旅访问团去北流，即马外对方来台湾做交流。蔡英文表示，两国已经签海洋合作协定，真欢喜看到未来共同伫印度太平洋地区维护和平，还有海洋生态永续。我非常的期待透过密切的合作，台湾和帛琉可以一起印度太平洋地区中成为确保和平、维护海洋生态永续的关键的行动者。2020总统大选进入攻热的阶段，蔡英文继续争取友邦的关系，替家己的选情来加分。若是台北市国民党籍议员钟小平是讲，无论是郭台铭还是韩国瑜，拢选袂赢蔡英文。敢若台北市长郭文哲会当甲蔡英文救落来，所以放消息讲决定要脱党，讲是要替郭文哲来做选，做一个2020的欧宴会。如果柯文哲不选，就是蓝绿对决是会输的。既然蓝绿对决蔡英文会赢的话，而且我们最大的信念是绝不让蔡英文连任，一定要把他拉下来。然后，所以我们希望阿北、柯文哲能出来，然后把这个国家护下来，能够拉下蔡英文。我倒是觉得他这个动作实在是太大了，这个大家脱党我回去想想看好不好？郭文哲认为钟小平的动作伤大，讲会搁登去想看卖，到底敢有要参选总统，甲蔡英文来争取少年人的选票，嘛继续互外界来关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这边初选的民调已经开始了。参选人郭台铭今日早起公布讲，专门替身体有较不便的人士所传的保险计划，
讲另外一个参选人朱立伦甲批评讲，囡仔出事要互国家饲甲6岁，这个政策做袂成。郭台铭拄讲，安尼就是主线线无国家领导人的眼界咯。人嘛问起讲，顶日啊，郭台铭卖去袂记得琴的代志，郭台铭赶紧说清讲，伊迄句无理智，是咧讲家己啦。两总统初选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提出政见，要以100亿基金成立专职保险公司，为定定做到拒保的新创者提供保险福利。另外一边，前新北市长朱立伦也提出政府补助红某人工生殖以及晚婚的女性冻卵，解决少子化。双方并场，针对郭台铭进前提出0岁甲6岁由国家来饲的政策，朱立伦批评这是黑白讲，无法度成真。郭台铭因袂了反呛，爱朱立伦，唔通只算3块5块，讨论小代志。亏他还是念会计学的，对，把负债跟投资没有分清楚，都是搞着部长级的问题，没有提出到真正国家希望型的问题，国家领导人的格局。钱是大家的，绝对不能浪费，不会开一个说全部都由国家扛，或全部都由国家养。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比较务实合理的来支持年轻朋友，支持妇女朋友。为了政见，郭台铭、朱立伦真侪摆互呛火气也愈来愈大。随去郭台铭阁被问到之前出席活动甲主持人开讲，因为麦克无关，郭台铭讲到支持韩国瑜伫高雄做200天，甚至无细致讲出伊已经无理智，被外界解读是咧暗中批评高雄市长韩国瑜。我可能是指的是我啊，我现在已经不理智了。对，我现在投入这个选战，已经就人家大部分都说我是不理智的，对，那我不理智的走到底嘛。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啊，下个礼拜1之后，我们就是要一个团队啊，就是要团结在一起啊。那你这个时候，不管你麦克风有没有关，但是真的讲话注意一点啊。初选民调开始，把握最后一礼拜各方一个争取出线机会，气氛是真紧张。参选人每一个人炮火拢真猛，和这场初选的火药味也愈来愈高。记者综合报道。刷落咱就顺郭台铭的话尾，确实来看韩国瑜，现时毋但敢若高雄市民要甲罢免尔，就连因共党的高雄市为国民党的党团昨嘛表露对伊手下遐局处长的不满，佮点名讲观光局啦、民政局啦、公务局啦这几个局长应该拢得要换起来。韩国瑜是讲会要求因家己检讨，那正经做了互袂满意，该换嘛是得要换。2礼拜前，才因为参加假小三通首项活动道歉，高雄市观光局长潘恒旭这两天又搁伫个脸书批评行政院长苏贞昌签名弹笔，几若件有争议的表现。唔加民进党籍议员点名无适合做局长，传出连国民党团嘛看袂落，伫参会向市长韩国瑜建议换人。潘局长的部分是有时候对于这个关于市政的反应上面，我觉得有一些发言是他不适合的地方，但是他有时候去发这个言的话，对市政对整体的市政形象跟市长的部分是有伤害的。国民党团是伫8号中昼邀请韩国瑜食饭，讲到市政表现。议员讲当时真侪局长互点名无适合，唔加是观光局长，亦佮包括民政局长曹繁荣、公务局长吴明昌。对此韩国瑜表示，会要求局长检讨，若确实工作表现无好，卖换掉。有一些政务官、局处长自己要检讨哪些地方可能做的没有办法让人家满意的，我们尽量来让议会这边跟议员的互动能够增强。第二个就是说，真正的有做的实在是没有办法符合工作的需要的话，我们人事方面会检讨。他会不会去找议员？我不太知道这件事，对，虚心指教。有偌侪局长算是工作表现无好，韩国瑜无说明，嘛无确认做办当时换人。不过党团已经表达，目前市政高速推动，希望换局长唔通等。记者王全国电视台报道。来讲中营的罢工结束，不过嘛是有事尾。主催这边罢工的桃园康复员纪律工会内底一个干部姓郭，这个郭小姐因那像伫咧手机内底迄个规定人伫咧联络代志的群组写字漏话公开放刁，讲要修理遐半路退出罢工的康复人员。总是郭小姐又出来回实咧，讲无歹意，嘛毋是要针对个人啊。中营康复员罢工正式结束，2060分的康复员三部第一天就分了800多分。不过网络伫咧传讲康复员之间有霸凌言论，
伫内群组有一名4过空服员讲要电报白港到一半，中途落跑的同事，也佫讲要伫咧机场的飞机参加了。工会澄清是何必被人道歉。本人他表示，他并没有要去霸凌，没有参加罢工员工的一个意图，看起来就是冒用的这些账号跟图片。中营认为事关重大，已经定并调查，配合暗7点半也派代表去派出所报案。是要来报案的是吗？可以简单说明一下吗？不过，对于媒体问题无意给做回应。贵城空服员伫咧9号透早透过工会发布声明，承认加料的言论是本人所讲的，因果并无霸凌的意图，也公布对话前后的内容，同时对话道歉。中营讲，这位4过干部对话内容有严重影响会员的义务，除了是启动内部的调查程序，也会暂时甲4过空服员改做地群，但调查结果出来才做调整。另外，中营对各工会干部要求赔偿的立场仍然无改变。照6月2日罢工第2天时阵，要求赔偿每工新台币3400万损失来计算，到7月初6 17天，总共要求赔偿5亿7800万。中营讲，等开庭的时阵，搁再提出详细要求赔偿的金额。工会是发表声明讲，罢工完全合法，若是中营无放工会线，工会也无伫咧软，会做律师团来应战。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台中市长罗秀燕顶日伊宣布讲。明年伊会甲台中火力发电厂青土弹的使用量大大减落来。今日佫要求中央讲，这10万的电都毋是讲无够，咱毋归去，互台中发电厂内面一寡机台动起来，莫佫芳。阮中部的空气毋则会袂遐尼啊歹。总是台电表示讲，能源转型着爱照步来，袂用得赶讲一。中部空污问题严重。台中市长罗秀燕日前宣布，明年将大大砍掉中火土炭使用量了后，佫一摆向中央化为表示，全国这2年新增加6部发电机组，全国电力备转容量增加到60%。在供电有存的情形之下，请中央当局和中火机组堵下。如果要除役的话，我们中火有10部机组也一定要部分除役，这样子才公平。因为中火是全台湾最大的电厂。罗秀燕表示，中火是台湾上大电厂，10部机组也是火力全开，对民众健康影响真大。而且市府伫105年1月14成媒自治条例，明定109年中火顶公司场所应该减少土炭4成，是有法律的依据。要增加燃气机组跟减少燃煤的使用，这是需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达成。那是不能照进的，把机组停下来，那么当然对发电的冲击是蛮大的，那需要谨慎的处理。那电呢是要发出来的，如果电不发出来，那么民众无电可用，对经济民生，甚至对于非常多的事情都会影响很大。以及执行林佳龙丁为上一届台中市议会跟台中市政府共同的地方自治条例道歉。环团表示，肯定台中市府愿意回归法令，和中部民众未来每年免加数156万吨土炭空污，也呼吁经济部更应该加强辅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赶紧转型，因为产业转型不应该只是口号而已。记者综合报道。电有够通用无？确实互人真伤脑筋，头壳安尼摸咧烧啦。当然天气遮热吼，另外一个烦恼就是讲。网，所以中昼有真侪遮的观众朋友无定立马收到警戒天高热一项手机的信息，资本是要针对台南市开山里4周围2公里内发布，因为疾病管制局设定了有订单，刷发予全国的民众。都是这项消息咧提醒台南市开山里附近的民众，天高热愈来愈猛，呼吁讲防治的设施都要做好。将积水的桶洗洗咧，然后发烧者应该赶紧就医检查。毋过因为疾病管制局的系统设定出问题，所以造成讲这条信息发予全国的民众。地角开山里变做大家真热门伫咧找一个地区。台南市卫生局提醒讲，若收到这个信息，大家毋通紧张。毋过提防天高热，确实也需要大家来配合。有影到一世界都热翕翕，台东的气象站昨伫太麻里测到气温35度半。气象局估计讲，这2日台湾各地头
量约啊温度拢会降到32度至35度即刻。37.9度，花莲有利36.9度。真的很高啊，好热哦，真的很热。但是它的温差是变成蛮急剧的。气象局预估，拜四进前，全台湾各地高温会降到32到35度，尤其北方边的地区温度会到36度。那大台北的地区呢，明天的高温呢，甚至可以来到36度以上。另外，花东纵谷还有我们的东南部地区呢，其实明天还是有焚风发生的机会。那高温呢，也可以来到36度以上。饮料店的员工真无闲，因为天气愈热，生意愈好。只有南北两边无同款。气象局讲，未来一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雨拢集中伫咧中南部。台南甲高屏地区要注意瞬间大雨，雷公四那甲强阵风。记者综合报道。热到人真懊恼，毋过婚姻的乡亲另外阁烦恼一项。顶日咱有报讲，近来婚姻馆粪扫囤真济，本地拢再去外县市咧烧。毋过人焚化炉拄啊1年冬伫咧保养呢。即阵天气热即型的，住伫咧斗六粪扫转运站边啊，咱遮的莿东乡、大美村的乡亲，就实在袂堪得，因伫庄仔内四周围牵白布条，抗议讲粪扫囤甲遮歹味，望遮的主管着赶紧设法解决。落雨了，若是出日，空气当中就会传出一阵一阵的臭酸味。住云林莿东乡大美村的村民就讲，因为因的庄仔头真我斗六粪扫转运场，最近看到粪扫愈囤愈悬。若是透南风的时阵，规个大美村的民众就吵架，普通时伫厝里头门拢爱关条条。尤其咧食饭安尼，偌臭你知哦，门拢唔敢开了。我遮做事拢偏着，规拢偏着，对人的身体都无好哩。一刮起来就是拢对南边这边来，算我规个庄面这拢讲对，这臭味规庄拢变着。大美村的村长何顺良表示，最近天气真热，搁常常落雨，空气当中一直拢有臭酸味，已经影响村内底超过1000户的村民。毋过向县环保局斗六市公所反映，说一直拢无来解决，才会调白布条来抗议，希望讲环保单位会当赶紧想办法来把这挂粪扫处理掉。另外，针对斗六是一个暂存垃圾的部分，那现在县长也在做一个紧急做一个调度，那我们也调度到外县市来做个协助，那这一部分我们也亲自向环保署这边来，希望说增加量能的部分，那目前环保署也在协调当中。云林环保局表示，因为外县市的焚化炉当地年度保养，外县处理的粪扫量较少，即马囤伫咧斗六粪扫转运场的粪扫量超过1万吨。除了积极协调增加外县粪扫的处理量，嘛会来找适合的所在来起正式的粪扫转运场。目前的要求市公所甲消毒工作做好，来减少粪扫臭味的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换讲台南白河砍头里遮的好厝边，因原为着家己的环境伫咧操烦，因为农委会听讲有暗算要伫因遮来设农业循环资源利用中心，讲较直的就是堆肥的所在啦。昨吼砍头里遮的里面规定去到市政府申请，因讲砍头里倒也毋是讲有大阵人咧饲精生，就是咱咧讲的讲畜牧业的集中地里，结果农委会拍算要将1年几落10万吨，才会精生的土粪，再去因庄仔来处理，安尼要哪有理？台南市白河区砍头里的民众，伫咧里长和议员的带领之下，甲顶前连叔叔交予市府农业局。里长讲，在地民众反对农委会当咧评估的农业循环资源利用中心，也就是一般讲的堆肥中心。因无法度理解，为虾米附近乡镇畜牧业所产生的排泄物，一定要运到因的社区来处理。我直接甲讲吼，后日来要勘查，就免搁来勘查，直接就剔除啊吼。所以讲，希望讲吼，咱的政府吼，都爱选定迄个较近的、较少经过人的砖头的。白河区砍头里的里长陈慧君表示，评估要设置的地点，甲徛过敢若过一条马路尔。当年都要处理几10万吨的动物排泄物，一定会危害到社区的环境，所以因会控制到底。台南市府农业局局长李兆东表示，伊会向农委会传达民众的心声。第一个爱零污染，零污染啦；第二个就是爱零臭味啦；第三个则他们社区吼。爱会当接受啦，阮就慎重来考虑啦。农委会畜牧处强调，农业循环资源利用中心是以沼气发电为主，有机堆肥为辅，
袂有传统堆肥场的臭味，而且中心离徛街上无要有1公里以上。未来经所在的时阵，会继续和民众沟通。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报马啊，咱来讲一站医学的知识。有一个查某学生因为调仔子食药啊，刷落刷有起荨膜，啊，佫有发烧的症头。去问先生才知影讲，这是磺胺类的药物过敏。医生嘛表示讲，咱的国民100个内底，都有3个至6个对这款药啊过敏。若无治甲严重者，有可能去伤到肝甲腰子的功能，甚至讲性命都会有危险。大家都要较斟酌咧。身躯顶出现大片的起荨膜、佮发烧，食调仔子的药差不多2礼拜就出现这个症状。临床上出现袂少病例，甚至讲佮有患者肝功能严重受到损害。经过治疗，发现这个病患拢是因为对调仔子的药当中磺胺药物过敏。青春期的少女她有青春痘，那使用这个磺胺药之后，造成很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那造成一个肝发炎，那有威力甚至肝衰竭。研究团队发现，身躯顶有带着特殊基因型的患者，会对磺胺药物产生过敏。个人差不多3%到6%对磺胺药物的过敏。磺胺药物有抗菌和消炎的功能，临床上定被用来治疗发炎性的皮肤病和鼻腭道感染。磺胺药物的过敏，伊毋是随会发作，差不多食药1礼拜到1个月才会豆豆啊压起来。起红疹，然后或者是脸部水肿。甚至还有可能就是起一些水泡啊，或者是还有更重要的话，就是病人有可能会有发烧的现象。那如果变比较严重的话，全身可能会破皮啊，甚至可能肝肾功能都会受到影响。因为磺胺药物的过敏症状对轻到重的反应无同款，但是严重有可能造成死亡。医师建议，一旦食药了后有起荨膜，甚至讲皮肤破，或者是发烧症状，建议要赶紧看医生。民众嘛当透过事前的药物基因体检，判断是毋是磺胺药物过敏的高风险群。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医学方面的消息，外界对着精神较有各样的患者加减啊，拢有偏见。今日咱台湾精神医学会就开记者会，邀请几路的治疗思觉失调症的人士站出来，强调讲，若照起工食药啊，这款的病人伫社会甲人咧往来，拢袂有啥重大啦。不过吼，精神医学会嘛讲，政府当年当所编的心理卫生的预算，平均册一个国民才22块尔，实在真不足。出现幻觉发听，精神医学会指出，伫台湾每100个人可能都有1个人因为思觉失调症伫艰苦。得到思觉失调症的朋友小成，伫19岁准备考大学的时阵发病，迄当阵因厝里的人就是讲，伊是去卡到魔神仔。幻听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会一开始会误以为是那场那种不好的那模型啊，在比较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在擦窗户，擦到一半就好像会有人晃神，然后就掉下去了这样子。精神科的医师诊断是那个妄想型的视觉失调。经过10多年甲精神障碍疾病对抗，即摆小成讲话正常表达清楚，伊有一份听车到的工课，会当医治家己。真侪朋友像小成共款，照起工食药啊接受治疗，有社区福健中心的接受甲支持，朋友共款会当重新回去社会。会着面顶佮展览朋友的摄影，啊，佮有书法创作，啊，毋过真侪朋友也是无法度避免社会歧视，啊，佮有互人点名做记号。那有的时候是因为社会大众给了这么多的标签，让我们的康复者、让我们的家属也自我矮化了、自我污名了，就把这个标签贴在身上，而不敢出来求援。台湾精神医学会表示，真侪朋友出院了后，更加重要的是社区敢会当追踪，啊，佮有卫教资源。学会指出，目前全台湾的社区福健机构会当提供朋友8,000个到9,000个床位，啊，毋过政府每1年编的心理卫生预算敢若5亿，平均1个人22块，心理卫生的预算严重不够。1年才5亿元，可以做什么事？请不要只怪病人或是家属。我觉得在整个社会的氛围里面，是不是可以支持他们回到社区？学会指出，每一个关怀访视员要照顾300多个个案，社区资源严重不够，呼吁政府重视心理卫生教育，会当对学校的教育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人讲一人烦恼一样，无人烦恼烧亲像。无影讲精神有各样的这个烦恼，其实每一个人拢有超凡的代志。全国15个学区，包含讲高中高一的免试入学，还有特色招生的考试，甲艺术才能班独立招生的考试，拢今日放榜。教育部统计起来，
今年度15个学区内面有8成1的学生是以前3志愿来录取因家己意向的学校。 12年国教103年实施免试入学，就是主要入学管道。今年145800多人报名，有144063人录取，总录取率98.81%。以前3志愿录取的学生有8成1，其中台东99.4%上悬，刷落来是花莲99.12%，屏东97.08%。107学年度它是77.77%百分比哈。 那108学年度它是81.25，因为学生他已经有决定他要读什么，等于我们国中端的一个视讯辅导的那个整个做的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好。甲去年来比，免试入学录取率以前3志愿录取比率拢提升。伫这进前，阁有每一个学区优先免试甲完全免试。教育部认为各种升学辅导已经有效果。台北市中正国中校长余国珍指出，这几年超越比数无改变，考生甲家长会当提早准备，但是敢若占1/3会考成绩优完是关键。 艺能科的学习跟公共服务的部分，也都会让他们拿到36分，所以这72分就是大家都满分了，只好拿到所谓的一个教育会考的这个36积分的这样的一个比较。 特色招生考试方面，今年全国11间学校收851人，有3200多人报名，录取率25.97%。虽然是真急的名额嘛无济，教育部强调尊重每一个学区甲学校未取消这个管道。记者林小伟、张良祥台北报道。少年家望讲金榜题名，甲人会亲像，中年人嘛伫咧操烦讲食老着好老相。 2025年拍算台湾就会进入65岁以上的人口数，顶甲超过20%的超高龄社会。毋则，伊定基金会今日发布调查，统计讲普遍得咱的国民食老上烦恼就是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个比例顶甲6成外。啊，毋过若身心障碍人士，啊，就是讲外观啊是心理上淡薄有较各样遮的国民调查起来，这内面有7成人食老上第一烦恼的，就是健康方面的状况。 演员屈中贤救小兰的手做伙角度完成。35岁小兰是重度脑性麻痹患者，因为手较右路的功能不好，所以平常时拢会用脚来画图。这毋但会互退化变慢，增加人际互动尔。因为小兰画图还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说画画，然后呢？哦，要卖画画是不是？ 希望讲会当卖图来趁钱，因为伊烦恼食老了后的经济负担。台湾人口结构渐渐变悬，必须各种长照的政策议定，还有执行是愈来愈重要，尤其是针对身心障碍者。经过爱定基金会调查，民众对食老以后的生活品质，一般人有6成以上无把握，身心障碍者是超过7成。其中一般民众上烦恼的是经济因素，若是身心障碍者更加烦恼身体的状况，但是经济因素同款嘛是真超烦。每4位身心障碍者，他大概有3位对他的老后的生活是没信心、没把握，还有社会的一个 不公平、不友善的这个环境里头，那加上人口少子化，其实现在的社会里头，我们面临很多老化的长者，必须要孤零零的生活。爱电指出，身心障碍者除了爱烦恼食老的生活以外，真侪人拄青壮年开始，都面对就业的困难、身体机能的退化、环境无优先等等的压力。所以，毋但政府单位爱拍拼，嘛希望社会大众会当更加了解因所需要的协助，才会当做伙安心变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的农民嘛真操烦，一期的稻作早冬即马当咧收，毋过新港遮有超过9家的农地拢去互稻杀酸断，农民有通做却无通收，有人估计讲产量比逐永年的减一半。毋过稻杀用过拢离奇的稻作，才有咧压用。那今年较早就发生，县府农业处判断讲，可能是旧年冬天较无寒着，另外就是农民用药的习惯，这嘛有影响。 已经熟的稻仔准备采收，毋过田内底却吐了几啊地，未少稻仔规个区域打起，而且倒去死亡。农民讲这是被害虫稻虱侵袭，造成严重的损失。农民为了避免灾害扩大，赶紧抢收。真侪人讲种稻仔几啊10年，拢无拄到这么严重的虫害。唔捌，像我咧做田，我都唔捌安尼啊。大家有啦。啊，你早捌这严重？
唔捌喊你。被丢失侵害的是彰化县新港乡，公所统计到目前差不多有将近9公顷的农田受灾，以往灾情拢发生伫咧2期，不过今年1期就发生。种稻啊3角外地临时农民认为，可能是气候无正常，加上抗药性，才会予灾害这么严重。伊的1期稻啊尚无损失一半。2期比较会发生，1期应该不会发生。啊，所以变成今年就是气候异常，然后变成一直下雨，每一个礼拜一直下雨，那个潮湿环境适合它。因为今年呢碰到暖冬，然后加上5、6月份的西南气流，所以等于说相较于往年呢比较严重。药剂的防治它有它不同防治机制，那不同的药剂呢应该要交替使用，避免产生抗药性。受灾农民希望政府会使专案救助，不过彰化县农业处表示，丢失虫害无伫咧天然灾害救助的范围，会甲农改场协助加强农民的栽培管理，还佫防治虫害的教育训练，降低农民未来虫害的损失。记者彰化综合报道。过来这站实在是咱台湾的建校带。去年台湾甲南韩两方面的警察联手伫咧济州岛掠到诈骗集团，专门咧骗中国人。51个嫌疑犯是台湾人。中国有要求讲规期你送过来中国院来判，不过南韩的法院无照办，其中有22个台湾人判刑落狱，出狱了后，顶礼拜5遣送回来咱台湾咯。在南韩高雄出狱的22名诈骗集团的成员，顶礼拜5登到台湾，一落飞机就被检警移送台中地检署。是韩国在境内首次查获诈骗机房。也是台韩首次合作的。这件案件是发生在前年2007年12月，台湾甲南韩警方联手查到在南韩济州岛的诈骗机房，专门骗中国民众，已经骗到新台币1400多万。逮捕起诉51名台湾人、7名中国人甲2个南韩人。迄当阵中国版要求南韩以1种原则甲嫌犯遣送中国，不过南韩警方又甲专案移送南韩的司法单位。依照早期罪分别判3到10年，拢伫咧当地服刑。涉案的51名台湾人内面，22个人服刑期满或者是假释出狱。南韩依照台韩司法合作秘刻，伫初5遣返回台。被逮捕之后，在当地都是吃南韩的泡菜跟南韩的食物啦。那回到台湾可以吃到台湾的排骨饭，他们是觉得相当的欣慰，终于可以回到台湾了。这22个人登到台湾，移送台中地检署，检察官伫咧信后以3万到10万交保。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请饼，咱来看讲，当伫咧英国伦敦举办的上关卡的网仔球温布顿的锦标赛，真让人注目。美国这个15岁新选手 Corey Goff， 外号人拢叫伊 Coco。拍到16强的时阵，煞去败伫咧顶年的世界球后的手底。总是Coco也真欢喜讲，参加这款世界性的比赛，得到真宝贵的临场的经验。美国大欧杯年纪敢若15岁的新星 Corey Goff， 伫咧16强赛当到大会第7种子，不济吉利球后宝座的 Romania Halep。镜头顶面的 Coco 这球反拍落点不离啊远 ，Halep 虽总对头前伫咧底线，搁再拍等于对角，同款用不离啊远的落点回敬。Coco 对比赛一开始真紧就显出焦虑的表情，嘛互全场看甲一清二楚。伊用要每失去一球就出现不准上球拍的情形。头一盘3比6失去，第2盘阁因为胃痛，请医生去买饲药啊，最后以第2出局。I learned a lot. I learned how to play in front of a big crowd. I learned what it was like to be under pressure. 本届大满贯温布顿伫咧全英俱乐部开始比赛1礼拜以来，这位被认为是小威廉斯接班人的 Coco， 对头一轮淘汰掉美国同胞大威廉斯开始，就变成赛会大焦点。第3轮伊和斯洛文尼亚赫考格的比赛，创下520万的浏览数，比顶一届第3轮比赛尖峰60万，女子单打决赛的460万，以及男单决赛的450万浏览数，拢冠出真济。Been amazing, like even this match, even though I wasn't feeling my best and I wasn't playing my best, but they were still supporting me no matter what. 虽然Coco这场竞技梦幻之路已经止步，不过伊表示将来阁有更加侪比赛要拍，也期待家己会当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另外，伊嘛得到176000英镑的奖金，相当于台票687万。15岁小小的年纪阁袂当开车，但是伊头一笔奖金拍算要去买衫来慰劳家己。记者综合报道。规家口啊，小组要带去倒位佚佗？地方的放送头，咱来讲，屏东县政府甲县内艺术馆变作游乐园。儿童公欢节开幕，囡仔兄囡仔姐吼，
瞬间的欢头喜面。毋但讲有15国的传统的服装，互因快速的换衫，也有上新的科技 VR 的电影院，要互大人囡仔拢过一个精彩佮快乐的暑假。囡仔热天上爱耍水，排队踮咧流大型的储水道，刺激佮消暑。另外一边的囡仔对着台顶来跳舞。屏东囡仔公欢节开幕，小朋友算甲变过。我觉得我滑水道很好玩，又刺激又丰富哦。让父母能来在暑假的时候来带小孩子来参加很多活动。参加3年了，然后呢，儿童狂欢节的节目一年比一年精彩丰富，好好玩。屏东艺术馆变做游乐园，活动主题区提供15国传统的衫，让囡仔快速变装来翕相。另外，有上新的科技 VR 电影院，要让大人囡仔一个精彩的暑假。那给孩子有一个难忘又既健康低碳又有共享学习亲子的暑期假期。到7月28为止，还有真侪精彩的活动。屏东县府邀请家长带小朋友做伙来闹热。记者综合报道。做事大人的拢是囡仔若欢喜，父母就真安慰。咱来看南投草屯盐丰国校附设的幼稚园，当年因拢搬戏来发表学期尾的成绩。因学期尾学到啥物，用搬戏互咱看呢？今年度将大野狼的故事改编。佮全程拢用台湾话落去搬，这家长拢看甲笑哈哈，学了甲会得志呢。咱原来来看卖。学生囡仔伫台顶认真跳舞演戏，主题是大野狼。老师带囡仔用创意编出新的故事。上特别的是，规出戏拢是用台语搬的，精彩的剧情，互台下的家长拢看甲嘴笑目笑。觉得他表演的非常的很有他自己的独特的风格，然后觉得真的是觉得小孩子真的长大了，就内心就觉得非常的激动。这个角色都是他们自己设计的，我觉得非常厉害，而且老师串场串得非常好，每个同学都表演得非常非常好。这是草屯盐丰国小幼稚园今年的年度大戏，打破咱较早对大野狼拢是歹人的印象。加上活泼的音乐和舞蹈，展现囡仔伫学校学习3年的结果。那么应用他们在语文课或是律动课，甚至是美劳课的一些学习课程，那么把它整合起来来编成一部戏那我们也让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在这个主题里面，带着孩子听很多关于野狼的故事，然后孩子他们就去思考说，其实狼也有好的狼，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这学期我们学校有参加闽南语沉浸式教学的计划，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那个剧情都是以台语为主。对这个表演，看到学校的用心，也看到学生囡仔单纯佮认真的模样，实在真鼓水，替大家心内拢留落感动的记忆。记者综合报道。你甲看这个囡仔、兄囡仔，这伫台仔顶咧搬，台骹爸仔母拢举手机一直咧翕相。咱来讲一个周先生，这个周景林先生，伊脚步已经行过世界5大洲，毋过伊毋若翕相，佫用石头来写伊旅游的日记。周景林先生出任收藏上千粒的石头，每一粒石头拢有一段旅游的过程。同齐来看周景林的石头世界。手里捧一粒石头，真细致，用手电照落，变做黄艳艳、金细细。这是为洛西亚来的蜜蜡石，是石头收藏家周景林的宝贝。伊行到世界5大洲，收藏上千粒的石头。石头的来源最多的当然是台湾了，然后就是中国大陆，那个澳洲的，到西伯利亚的那边也有石头。我也收藏了莫斯科的石头、圣彼得堡的石头。87岁周景林是一个退休的公务员，捡石头是伊和太太的兴趣。大部分的人旅行拢用翕相来纪念。周景林和别人无同，伊是用各种色水、材质拢无同款的石头来写伊的旅游日记。那石头里面它不是捡回来而已，
把石头也做日记，里面他写的记载某年某月某日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大洲捡的石头，或者在某一个地方买的，非常的详细、细细密的记载。周景林厝内石头满满是，号名叫做无石园。澳洲办马石，中国辽宁玉，逐粒石头拢有一个故事，上千粒的石头拢是周景林性命中的宝贝。记者综合报道。解文说字，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政啊解说啊两句，互你做参考。啊，看到讲安尼人收集石头，收集到安尼遮尔有成就，国政啊原来想到一句俗语话，咱讲有心拍石，石真长；有心开山，山真远。即句话吼，因为俗语啦，这无固定的，一喙传一指啊。我讲互你听，你换讲互厝边隔壁听，所以原来有人讲。有心拍石，石真脏，脏啊角的脏。啊嘛有人讲吼，有心拍石，石真长；有心开山，山真远。意思安怎样解说？就是讲啦，有迄点心，认真咯，认真在甲做。本来石头形体就安尼歪高起撮，我就要扩骹要贴悬，当然就爱甲拍做脏啊安尼细细角角的形体，毋则讲拍石，石真脏。啊，嘛有人讲拍石石交床，就是讲一粒石头拍甲会穿过。啊，后壁即句讲有心开山，本来即片山就拍远啊，无人咧种做。咱来甲开山，来种果子，来种菜色，咱家己有通食，有通收，无定着，阁有通好卖。这就表示讲，咱人着爱认定目标，是讲吼，国政啊咧讲，即句话内底吼，台湾话学问真深哦。咱探讨。台湾话有读册音，也有讲话音，敢若即两句啦。有心拍石，石真长啦。即个正有四音，你毋通读成呢，因为若成就是成功的成后。啊，即字捌甲解说起来，本来就是完成，本来就是成就。所以石真长，也是讲石真长，就是正解说起来就是接近，就是要活。毋则人讲吼，我望你用较拍拼做好。会正样，会正人。啊，另外倒头讲，就是讲这种唔正样的囡仔。我一个表的读国中的时阵，吼，迄原来伫学校内底甲人食薰啦。结果秘伫咧便所，教官就甲弄问啊呢，弄就讲你这唔正囡仔，啊你咧甲人食啥物薰啊？我这个表的煞甲教官应讲，教官，我著食新农园的啦，唔是咧问你食啥物薰啦，我是讲你安尼唔正样啦，煞加互加骂一摆。正样这一个音，啊，搁有讲吼，爸母咧甲咱请人，这原来一个音。另外，同款白话音哦，搁一句就是讲，这组生意做起来，我要趁几成，我要趁3成。这头拄啊，敢若即个成功的成，读册音或者成，白话音就分3款：有心拍石，石真长；有心开山，山真远。开讲来甲遮，咱赶紧过来关心刷落来的新闻。咱来讲火龙果。因为即阵啊大出，咱南投民间乡吼，大家这地方的农会，原来真正有心开山，山真远，真下决心。为着提高品质，已经第2档办比赛，要透过评鉴的过程，和农民大家交流，安怎样种植的技术，嘛望讲这真正高品质的农产品，市场就法度讲摊搁较开咧。甲火龙果切开，内底肉真济，看起来真好食。评审委员哪食哪想要安怎拍分数，因为敢有好食无，搁有看起来敢有水无，拢是评鉴的重点。这是南投县民间乡农会第2年举办评鉴活动，要打造甲农民互动交流的平台。啊，阮为着要提升迄个市场竞争力，啊，增加农民的收入吼，阮特别来办这个凤梨评鉴加红龙果评鉴哦，有咱的农友会当第时讲话吼。今年的评鉴会也会示范红龙果的料理，是着重在它的红色的色素那一块。对，那其他菜肴的料理都是主要是利用花苞这一个部分。民间乡因为土壤的条件好，种出来火龙果品质真好。上大的问题是如何分配进入的市场，才袂互价销受到影响。专家嘛提出会当为料理开发的方向来想。除了年产量是全县30%的火龙果，年产量占全县68%的往来，嘛是评鉴的项目之一。从咱往来哦，用药方面，会当达到哦，咱这个国际水准。今年事实上雨水算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整体上来讲，对凤梨来讲的话，它的品质
一直都维持比较高的品质。伫专家专业的评鉴之下，参加的水果必须内外拢爱顾会到，才有机会得到前6名。民间乡农会嘛会伫7月13号伫立法堂进行颁奖的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抗议到达1月日，逐礼拜用要拢有人行上街头。国际上嘛拢真关心，香港一个出名的歌手何韵诗，歌迷拢称呼伊叫做何诗诗。昨暗吼，伊去到联合国瑞士演讲这个人权理事会会场内底，伊讲话过程中吼，中国代表说几落摆啊，要甲谈话。何韵诗嘛呼吁联合国都要保护香港人，将专无尊重人权的中国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内底甲话讨决。Attack. Last month, 2 million people walked in peaceful protest, fighting an extradition bill that would remove the firewall, protecting Hong Kong from interferenc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e shot rubber bullets and 150 tear gas bombs against unarmed protesters. There is a point of order. I give the floor to China. 刚才这位所谓的 NGO 代表发言者发言，将香港与中国并列，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违反了联合国宪章，请主席敦促其使用符合联合国规范的正确表述。才讲了10几秒就被拍断。香港歌手何韵诗吹背应邀请到瑞士立法，甲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谈香港反送中，短短2分钟的发言内容，那即便被中国抗议。副主席先生，中方再次行使程序性动议。刚才这个发言者无端攻击中国1国2制制度。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请主席敦促其不得使用侮辱性语言。I please ask the speaker to take note of the points made by China while I give back to her the floor to her. 何韵诗获准继续发言，提出具体案例，亲像当名立法会议员被除名，书店头家被绑架，民运人数变关。强调香港的民主倒退，1國2制差不多死啊。Yet after only 22 years, China is denying its obligations.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s nearing its death. 那是香港，伊也講到西藏新疆，即期破壞人權的中國，為什麼當做人權委員會47個成員國之一？最後希望聯合國開緊急會議，保障香港等地人權。Will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e an urgent session to protec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Given its abuses, will the UN remove China from this Human Rights Council? 像何韻詩安尼表態支持反送中的民間議題，可能會面臨到中國封殺。紐約時報就報道，這幾禮拜示威活動真少有藝人公開出現，並且講何韻詩在2004年雨傘運動進前，捌在中國辦過100多場的演唱會，了後就被禁止演出，歌曲也自網絡平台被下架。迄當陣，甲伊同款被列入黑名單，一個歌手吳耀明、也地黃秋生，甚至是周潤發、梁朝偉。香港反送中從來2禮拜一個示威活動，就是將會在咧新界沙田區，另是在咧將軍澳的遊行。記者綜合報道。過來換看日本甲韓國，為着半導體材料出口在咧拍布幕。南韓的政府總統文在寅初八就要求講，日本要趕緊撤回限制半導體材料出口的限制，趕緊吼甲南韓一路來搶。若無因哪有步要來甲日本對價咧？今日會議室，南韓總統文在寅主持部長級會議，講到日本限制對南韓出口半導體材料，頭一屆做出回應。 일본 측의 조치 철회와 양국 간의 성의 있는 협의를 촉구합니다. 日本甲南韓因為二戰時期日本企業強制定調南韓工人問題關係惡化，日本提出要和南韓協商相關問題，卻得不到南韓政府的回應。日本政府就對初時開始管制3項關鍵電子材料出口南韓。南韓總統文在寅強調，這個政策讓韓國企業生產打到烏影，嘛讓全球的供應鏈受到威脅，無排除採取應對措施，這不是伊期待看到的。 대응과 맞대응의 악순환은 양국 모두에게 결코 바람직하지 않습니다. 그러나 한국의 기업들에게 피해가 실제적으로 발생할 경우 우리 정부로서도 필요한 대응을 하지 않을 수 없을 것입니다.
南韩政府要求日本反省，日本敢有遵守自由贸易原则，决定伫初9的暗头向 WTO 提告，日本违反规定。事实上，因为征调工人的问题，南韩对今年1月到5月之间，嘛出现民众抵制日会旅游的状况。根据南韩旅游企业统计，过去8天，南韩民众到日本旅游人数对160万人次增加到750万人次。不过到今年5月为止，旅游人数累积到320万人次。颠倒比去年同期减少4.7%。若是两国进入贸易战，这个数字可能会阁落低。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日本的消息，昨暗日本京都地区真出名的风景区吉永紫园遐一条众人知影的花街，哈那米口字汉字写作花见小路，内面一间餐厅熊熊起火，因为迄搭四周围拢全是早前用柴起的建筑，火一直到甲今日透早才拍花。日本武机徛伫路边，看起是真茫然无助，因看到现场又起了风扇，消防人员正在紧急拍火。京都以武机出名的观光景点，奇缘的花见小路背后暗时9点外，熊熊发生一间2层楼的餐厅着火，因为餐厅本身甲四周围拢是木造建筑，火势真歹收煞。火势窜到15公尺悬，真侪观光客甲武机拢雄雄公公走到街路找所在来避难，因为这条街全部拢是木造建筑，都惊大火会继续摊开。导火餐厅员工当暗伫店内闻到导火的氛围，赶紧下119来通报。日本消防局出动28台消防车去拍火，消防人员赶到时阵，木造餐厅一楼已经窜出了火迹，并且向边的建筑物摊开，火势一直到透早点外才拍花。包括导火餐厅在内，总共5栋的建筑物烧了，好佳在无人员伤亡。消防人员表示，导火点可能是餐厅的灶骹，为餐厅的风管烧到厝顶，详细原因还阁进一步调查。京都有几啊条以武基出名的花街，花见小路就是代表之一。规条街有100年的历史，用石头铺成，规排木造的厝，上名就是因欣赏艺伎表演的地屋甲歌剧餐厅，每年拢吸引真侪观光客。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咱讲台南六甲顶六甲国中遮透过国际青年文化交流协会申请国际志工驻校的计划，让学生囡仔有机会了解世界。读这个国中3年，就会当深入了解3个国家的文化，嘛，让这个学生囡仔看到国际志工，更加更较爱要学英语。校园内面挂着一罐搁一罐的糖仔饼，德国来国际志工 Rebecca 甲 Alina 当伫咧介绍德国小朋友进入小学的文化。台南六甲国中为着让国际走入囡仔的世界，特别向国际青年文化交流协会申请国际志工驻校的活动。从去年开始就透过 ICYE 申请国际志工。那虽然国际志工只有1个人、2个人，但是他来学校时间很长，有半年到1年。那这1年的时间等于是一个沉浸式的环境，全校的师生都可以透过这1-2位志工，完全的认识这个国家。Rebecca 和 Alina 设计无同的游戏，让小朋友实际参与，熟悉德国的族群、小食物、信仰。老师也和学生分享这半年来因眼中的台湾。Why do we have a German day? Because we want the students to know more about Germany, so they get a whole day to just talk and learn about Germany. Every class of the 9th grade, I have to introduce one topic, like history of Germany or some festivals. 六甲国中的老师讲，虽然无法度带学生出国，不过透过国际志工驻校计划，让学生伫咧3年的国中生涯，会用深度熟悉3个国家，提升英文能力，也增加国际观。记者综合报道。虽然热是热枪灾，不过详细的气温变化，咱嘛是得爱知。赶紧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10到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10到33度；南部上低29度，上悬31度；东部上低30度，上悬34度。新闻上线火，咱来看讲外国有迄个爱某的比赛，你敢要信？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